这是请咱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第30章第1节到第8节。2日后，大卫带伊的部下转去到西吉勒，亚玛力人已经侵入犹大南平。进入西吉勒，因烧毁城镇，把所有的妇人人，无论贵贱，拢掠走，只是无犹太人。因走的时，把所有的人拢带走。大卫甲伊的部下一到，发现城受烧毁，因的某囝儿女拢受带走。就放声大哭，哭甲无气力。大卫的2个某，也是阿希暖甲阿比该，也受掠走。即马大卫陷入困境，因为伊的部下失去儿女，拢非常的伤心，就威胁大卫，要用石头拍死伊。但上主伊的上帝予伊勇气。大卫对阿希米勒的囝阿比亚他祭司讲：“甲以弗得带来遮。”阿比亚他照伊的吩咐去做。大卫求问上主：“我是毋是应该去追逐遐个侵略者？我敢捉因会着吗？”上主回答：你赶紧去捉，你一定会当捉到，并且救回受掠去的人。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气力甲帮助。今早起，蔡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勇敢突破困境，勇敢突破困境。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经历昨的选举，我相信有的人因为支持的候选人有当选，心内真欢喜、真感谢。可能也有人真失望，昨下暗真歹困，认为讲家己的电视的迄个设置敢是有出了问题，无法度接受。咱总是牧师期待咱继续为台湾祈祷。咱台湾爱继续维持民主自由的国度，这是合上帝的心意。咱爱持续来关心台湾的各种改革的代志。毋茫讲伫咱共同的关心下面，咱台湾会当更较进步，更较合上帝的心意。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勇敢突破困境”。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这个时刻找见真理的神运行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修饰阮信心甲气力。会当将你的话实行出来。阮伫人生的每一个段落，拢会当因为顺境献上阮的感谢，也伫逆境中间倚靠上帝来超越挑战。阮伫一世人的过程中间，拢因为甲主同在，来享受主所享受一切的恩惠。主，阮即时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毋是拢一帆风顺，有时阵嘛会拄着一寡突然间来临的意外。有时咱所有想的代志，甲咱所甲事实发生的代志无共款。可能有时咱寄望一个真好的机会会临到。但是无想到完全落空，也是有真侪人真拍拼，
期待会当成功，但总是有时阵咱真认真所付出的，那亲像流水相共消失。生命中间有真侪代志袂当完全照咱的心意去行。当这一切突然间临在伫咱的中间发生的代志，你命去反应，命去面对，咱敢毋通用勇敢的心去突破咱生命中间的困境？这是咱今仔日要透过经文来学习的功课。今仔日的经文是延续顶礼拜咱所读的。顶礼拜牧师有讲到大卫甲扫罗中间的故事。大卫得到一个真好的机会，会当拄着咧迫害伊的扫罗王，但是伊敬畏上帝，伊怜悯扫罗，所以伊选择赦免。了后，咱发记到扫罗因为安尼后悔，就决断无搁再追杀大卫。但是对大卫来看，伊心中嘛会烦恼，讲扫罗王敢会突然间反悔，佮继续来伤害伊。所以大卫就带着伊的部下60个人，去到非利士的所在，去投奔一个加特王，叫做亚吉。伊为着这个亚吉王来征战。后来亚吉王通过诡辩了，伊真信任大卫，甚至将一个城叫做西吉拉，这个城送予大卫，互大卫会当甲伊军队的人会当伫这个城内底安置因的一切。有一遍，这亚吉王甲几个非利士的首领，因拍算要去攻打以色列。照理讲，因为大卫真够相战，所以伊就要做伙去甲因做伙相战。但是除了亚吉王以外，其他的首领看到大卫讲这是一个希伯来人，伊是以色列人，咱即摆要去拍以色列，那万一这个人若做内奸，到时咱安尼内外拢会拄着攻击，惊讲伊心中突然间反悔，倒转来攻击咱，安尼咱就这非利士人就无信任大卫。虽然亚吉王真信任大卫，但是伊嘛是讲既然阮这个同伴拢无信任你，所以你就莫甲阮去征战，转去西吉拉这个城。无想到，当大卫甲伊600个部下转去到这个西吉拉的时阵，发觉讲，伫因无伫的这段时间，这亚玛力人已经攻击伊的城，规个城用火来烧掉，城内所有的这妇女甲囡仔，完全拢被掠走。虽然因无杀一个人，但是全部拢被因掠走。这个时阵大卫甲伊的军队的人对即款的代志因嘛毋知要安怎，就放声大哭，一直哭甲无气力。这个时阵大卫阁拄着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军队这600个勇士大家拢开始怨恨大卫，指责大卫啦，讲因为你错误的判断，所以咱完全拢离开这个城，煞互阮的亲人、阮的囡仔完全拢被掠去。所以甚至这个人圣经讲，因要提石头来顶大卫，要让大卫拍死。所以咱看起来大卫经历一个真悲惨的意外，突然间完全啥物话拢失去，差不多是说到家破人亡啊！咱能想象大卫的处境，伊家己的伊2个某拢用掠去，部下对伊生气，甚至提石头要来拍死。那华语讲叫做众叛亲离啊，深深陷入苦境这应该比选举选书较艰苦。面临这个上界悲伤的时阵，咱看大卫安怎去面对？咱看大卫安怎去面对这款的情形？好，咱继续来看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中间所讲，大卫用3个阶段、3个步骤来面对这个困境，来突破这个困境。第一项咱看见大卫第一项就是大声哭，大声哭。圣经中间安尼记载讲，大卫甲军队的人就放声大哭，哭甲
气力拢无吼，一直哭无气力吼。咱照理讲吼，咱一般传统来讲吼，拢鼓励咱毋通爱勇敢，就毋通哭，对无？吼，特别吼是咱做查甫人吼，实是较艰苦啦。吼，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吼，我若甲阮小妹出去佚佗吼，阮小妹跋倒吼，我伫遐哭吼，我妈妈就过来抱的吼，来呼呼的吼。搁有诶爸母会去占迄个涂骹，吼讲你较互阮查某囝跋倒吼，但是查甫囝跋倒吼，讲你遐勇敢袂当哭，足疼佫袂当哭吼。实际上咱传统拢讲甲咱爱勇敢毋通哭，但实际上吼，咱爱理解，啼哭吼是表明咱伫上帝面前咱真正诶心意，咱表明咱伫这困境中间。咱真正需要上帝，所以啼哭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真正无啥物毋好。圣经中间上帝的一节叫做耶稣流目屎，即人讲耶稣伊嘛会当伫适当的时间去表达伊的情绪，所以咱伫悲伤的时阵，千万毋通过头压制家己的情绪，咱应该让借着祈祷。借着啼哭，将咱的苦情甲上帝讲，上帝得到怜悯。常常伫即个礼拜的时阵，有时阵我看咱家己咧吟诗的时阵，有一个人受诗歌的感动，伊就流目屎；有时阵是圣歌队咧献诗的时阵，讲到伊家己心肝的代志的时阵，伊就流目屎。我看到这个人咧流目屎的时阵，牧师就知影讲上帝这个时阵都在医治伊。我嘛捌看过有人伫祈祷的时阵流着目屎，上帝讲出伊心内的忧愁。我深信这款真心的交托，这款的祈祷，的确受上帝的垂听。但是咱伫悲伤咧啼哭的过程中间，咱嘛爱明白。适当的发泄是真好，但是过头的悲伤对咱真毋好。所以咱接续看大卫第二步，伫啼哭了第二步，伊安怎面对这个困境？圣经中间安尼讲，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心内坚固。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大卫倚靠上帝，伊心内得到坚固。伫啼哭了，伊知影。啼哭，永远啼哭无路用，无法度帮助伊解决目前的困境嘛。所以伊需要坚强起来，伊选择倚靠上帝，心内得到坚固。这句话互咱几个真重要的提醒。咱要得到坚固吼，咱的第一项，咱爱去找一个会当互咱倚靠。迄个真稳固的根基啦，咱来找一个稳固的根基来投靠。咱拄着大风大影，咱若无迄个物件，互咱掠掉的，咱真有可能受这个大影夹去，受这个风吹去。我有一遍我伫读大学的时阵，有一遍暑假，我去垦丁的所在，去海边佚佗。迄站拄好，风台拄打过，所以海边的风影也真大啦，我就想讲，我会晓游水袂惊看到更远远海内底有几个人迄是迄当地人因伫遐咧游水我就想讲我若游过遐个人看到我游过是因捌的人，因就问我讲，你会晓游水袂？我讲我会晓伊讲即马风影足大，你也是特别细腻啦等这风影有一个势伊讲我若等下叫你进两三跳，你着爱对我跳安尼咱会当顺迄个风影的迄个波浪会当浮起来安尼着无危险所以我着讲好，你等下爱互我提醒结果第一个迄个浪来有若真大迄个人伊着看迄个势面伊着进两三跳我着对伊跳果然跳开了迄个影带对我的头壳遮漫过我着人真属实无去会冲掉
我感觉我有一遍经验就真感觉无啥物困难吼。结果吼第二遍的时阵吼，伊进两三跳吼，伊跳起嚟的时阵较讲跳啦，吼。啊，我听着跳要跳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吼，迄影来哇，规个人然后架起吼。你若想讲像我遐大重，我迄阵差不多要100公斤哦吼，规个人吼竟然互迄影安尼一直架，伫迄影内底安尼架过来练哦，吼。啊好佳哉吼，上帝怜悯啊，拄架了吼都去到较浅的所在吼，我都好骹会当徛起来吼，徛起来了哇，赶紧爬起来吼。好佳哉无去互影架出去吼。啊，所以吼，通过即个经验，我就真实去了解讲，你较敖吼，你都无法度甲这大自然抵抗。你迄个时阵若无一项物件，互你掠掉，我都无边仔无啥物物件会当掠掉的吼。迄一项完全无能力靠家己的力量得脱吼，是上帝怜悯。啊，所以咱理解吼，咱伫这拄着大风影的时阵，咱爱赶紧去找一个稳固的根基来投靠。咱拄着困难，就是爱赶紧去找。找一个真稳固，会当互咱倚靠的根基。圣经中讲，上界稳固的根基就是上帝。诗篇118篇的第89、第90咱讲，投靠耶和华，强过倚靠人；投靠耶和华，强过倚靠王子。王子是真有权柄、有气力的，但是上帝超过这的。所以，咱伫这个拄着困境的时阵，咱爱先去找到一个真稳固的根基，然后第二项，咱找到了，就爱真严吼，掠掉这个稳固的根基，才袂去冲走，才袂去吹走。好，亲像咧起厝的时阵吼，起厝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根基爱拍互真栽嘛吼，迄个地基爱深深钉入地下吼啊。这根基定好了吼，你起厝的时阵，爱将这个厝的厝体吼，甲这个根基来爱来黏好真稳真牢吼，安尼这个厝就真稳固吼。啊，建筑物哪稳固，就是因为伊有紧紧的甲这个根基连做伙吼。啊，所以吼，咱来用出力吼，掠掉这个根基啦吼。圣经中讲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吼，你的正手扶持我。哦，这紧紧跟随的意思就是讲，揽真严呐，掠真牢。哦，啊，所以意思就是讲吼，咱来完全投靠，投入这个上帝的怀抱中间，来掠掉，永远无要放开。哦，这是真重要一件代志。然后，当咱不是安尼做的时阵吼，咱得理解讲，上帝是互咱会当完全倚靠的上帝。咱就哪来哪信靠伊？圣经咱教是讲，坚心倚靠上帝，你较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倚靠上帝。当咱拄着人生的风景的时阵，咱将上帝揽条条，掠真严，咱会得到一个经验，就是咱发觉讲，咱投入伊的怀抱了，是遐尔啊安全，遐尔啊平安。有几遍的经验了，咱就会晓将圣神欢迎圣神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来掌管，这叫做完全的倚靠。咱若甲上帝合做一体了，咱就当得到真实的平安。这是第二步，坚固家己是面对困境的一种真重要的方式。但是，伊只是面对困境的一部分，也毋是全部。如果咱倚靠上帝得到坚固了，咱该进一步来突破困境。若要突破困境，就要进入第三步，就是爱征战。征战才会当带咱完全离开困境。征战才会当带咱完全离开困境。因为大卫伫提考了，伊倚靠上帝，互伊的心坚固。伊爱想伊后一步要安怎行。伊知影，只有通过征战，才能夺回伊所失去的。但是，咱来理解，其实大卫后一步要安怎行，伊家己嘛无真有把握。圣经讲，伊倚靠上帝，心内坚固，
伊也将伊的信心运用伫下一步。所以伊第一项代志，伊就是求问上帝，也就是讲，伊做代志无真匆忙。虽然伊知影爱赶紧去夺回伊所失去的，但总是伊爱先问上帝。所以伊对阿希米勒的囝祭司阿比亚他讲：“请你将以弗得摕过来。”啥物是以弗得？以弗得是主持献祭的大祭司所穿的圣袍的主要的部分。伊若亲像一个背心啦，有若类似咱迄个咱咧主家的时阵咧穿的一个迄个围裙安尼头前有一个肩带顶面有宝石刻雅各12个囝的名称表示大祭司咧献祭是代表以色列全部的12个支派。以弗得头前有一个胸牌内底缀两项物件，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明。伫早时的时阵这是帮助祭司去追求上帝旨意的物件。也就是讲代表讲叫这个祭司阿比亚他将这以弗得摕过来，表明伊要追求上帝的心意。今日相款，当咱面对困境的时阵，咱需要上帝引带。咱今日无搁用这乌灵甲土明来做咱追求上帝心意的方式。今仔日上帝予咱一个更较好的方式，就是咱会当透过祈祷。上帝予咱一项甲伊沟通、听伊的声、追求伊的心意的方式，就是祈祷。伊安静咱的心思，帮助咱用较无的心去追求伊的心意的时阵，上帝就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对咱讲话，予咱明白伊的心意。当然有人会讲，牧师啊，我伫祈祷中间，我可能有晓悟，我应该安怎做一个什么款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敢真正是上帝的心意？咱要安怎判断讲，这决定是上帝的心意，也是咱的意思，伊就是其他的想法？所以有几项方式来帮助咱去做验证。第一项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咱经由上帝的话来做验证。就是讲，咱心中透过祈祷了，咱有一种想法的时阵，咱还透过圣经来帮助咱讲思考讲，这到底有符合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带领的原则甲圣经是一致的。简单讲，上帝的声音一定袂违背圣经的教示，伊的声音袂甲伊的话无共款。毋是讲咱拄着困难，咱就去献圣经讲上帝你要指示，毋是安尼。咱必须要透过长期研读圣经，来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仰价值。圣经予咱一寡大的原则，予咱去遵守。咱对安尼去体验，讲到底这敢是上帝的心意？举一个例来讲，圣经予咱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咱爱去听厝边亲像家己，咱爱为着这需要的人。奉献咱本身做淡薄牺牲。如果咱今日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互咱得到利益，会去损害到别人的利益的时阵，这可能就毋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经予咱一个大原则，伊无可能伫每一个细节中间予咱指示，但是这个大原则会当予咱做决定的时阵，做咱的原则。所以当咱咧思考咱要做啥物款的决定。就是咱能透过圣经来做验证。第二项，就是如果是上帝的心意，咱照上帝的心意去行，咱的确会当充满喜乐甲平安。牧师甲大家讲，这平安毋是讲咱做了就拢真顺遂毋是安尼。有时咱会拄着困难，咱照上帝的心意做，嘛会拄着困难的。有时阵咱的组织、咱的团体要做改革的时阵，嘛会拄着一寡阻碍嘛。但总是咱咧进行这个代志的时阵，咱的心中会充满平安，因为圣经捌安尼应允，讲我听主上帝所讲的话。如果咱若无搁再行愚妄的道路，伊要赐平安给伊家己的百姓。所以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心意会带予咱真大的平安甲喜乐。
所以咱爱做一个分辨，咱惊上帝心意了，咱会感觉真平安，这是第二种验证的方式。第三种，就是当咱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了，咱会远远离开邪恶，会结出果子。诗篇第1篇第20到第30安尼对咱讲。有福气的人，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树叶也无孤单。既然伊所做一尽拢顺利，所以最后一种验证的方式就是，如果咱的体验是来自上帝的话，你一旦遵行的时阵，互你远远离开邪恶，而且结出丰盛的果子，带互你本身甲其他的人真大的祝福。最后咱看去着大笔。伊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鼓励伊向前去追回伊所失去的，所以伊就顺服上帝。伊清楚知影上帝指示了，伊就勇敢采取顺服的行动。最后，伊得到伊所失去的一切。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求问上帝了，咱嘛是照咱家己的意思去行。也是咱咧求问上帝过程中间，随上咱是仰望上帝来符合咱的想法来成就，这拢是无正确的态度。当咱知影咱确实知影这是上帝的心意的时阵，咱就爱顺服伊的旨意去行。有时阵上帝的旨意是真奇妙，譬如讲阿伯拉罕受呼召离开伊的家乡，也是讲约瑟被卖、被冤枉、被陷害。就是讲摩西生命中间的3个历程，伊对埃及的皇宫到旷野做牧者，后来被呼召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般人看起来，因头前的路站拢是无确定，充满风险。但是因为因顺服上帝的心意，就得到出因意外的平安甲修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所看到的，暂时所看到的，是无顺利的状况，是一寡困境，是一寡挑战。但是，咱伫这困境中间，咱坚定咱的心志，倚靠上帝。你若追求上帝的心意，顺服伊的旨意的时阵，的确会当不断突破，甚至得到比你过去较济较大的稳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检查你拄啊伫困境中间，可能找袂到头前的路站，但是专心专意倚靠上帝，得到坚固。求问上帝，明白上帝的心意，顺服上帝来突破困境，深信上帝伫你的困难甲患难中间，的确赐了真实的平安甲耶和华的恩惠。愿上帝赐福大家。也互咱台湾得到保守，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互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主啊，检查阮目前的状况是伫困境中间，是伫逆境中间，但总是阮确信，倚靠你，我们得到坚定。倚靠你，我们得到你的指示，引带头前的路站。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阮无因为伫困境中间就灰心累志，阮倒转倚靠上帝来得到突破。阮也将阮的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